可爱你的伞，怎么有加福福的？就有加须须这样。突然有勇士舞哦，勇士舞以前是拿长矛举那个长矛，啊，日据时代的时候，日本人怕被晒得跟巴来，怕被出草的，所以他们就后来就要求阿美族用伞。然后阿美族没有看过伞啊，以前的那个时代，他们觉得伞打开的时候啊，很多刺，感觉很像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。所以老人家也是接受这个东西，所以从日据时代就开始用伞，但是那个对在长矛上面的装饰啊，就那个须须啊，还是一样沿用在那个伞上面，就会有那个彩带须须的，我们讲恢复哦，不是狒狒哦，狒狒啊，这样，所以他们的伞叫恢复，就是勇士在用的呢，这么小的勇士。哦，这个是故事哦，你们还可以接受吧？很像老师在讲课呢，会不会有点受不了？我觉得你们好安静哦，好像在看电视一样。怎么办？没办法转台耶。那好，暂时唱国语歌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唱国语，他们调试一下，不要一下子都唱阿美族的，都听不懂。唱一首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，这样，我觉得他一直走在那个时尚的尖端。这个歌手叫蔡依林，听过吗？有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他在花莲比较不红。我比较红啊。我不晓得，没听过没有关系的，我帮他传播他一下那个歌曲。然后我就想要挑战，因为这样的编制实在是，我觉得啊，就一定要找一些比较刺激性的歌，挑战蔡依林比较困难的歌曲。然后这首歌叫《舞娘》。听一下原住民家提琴来诠释这首歌《舞娘》，我们也要走入时尚圈里面，但不走 hold 住节日。谢谢各位舞娘，谢谢。OK 哦，可以吗？好，一样气质路线哦。